想象一下，象征热情还有浪漫的巧克力和淳朴的客家，怎么会在屏东内埔擦出火花呢？今天感动时刻，我们要到后山来拜访邱明松。邱明松因为遇见了槟榔产业没有前景，于是着手打造了他的巧克力梦工厂。不但是种植了可可，还成功研发完全台湾生产自制的巧克力，香浓的滋味，我们要带您品尝。烈日当头，邱明松来到他位在屏东内埔的可可园。祖产的三甲地从前全都种植槟榔，邱明松遇见槟榔产业没有前景，着手在这儿打造他的巧克力梦工厂。说好一点是比较勇敢的，说难听是傻得够。42年次的邱明松是屏东内埔客家人，原本种植槟榔，14年前改种咖啡，8年前开始种植可可，成功研发完全台湾生产自制的巧克力。邱明松细心照料每一株可可树，除了台风，老鼠是最大的。阳光充足，雨量要多，又要稍微的要遮蔽。它条件还蛮苛的。屏东的天候本身就适合种植热带植物可可，困难的部分就在后头。摘下的新鲜可可，先得要把籽取出。邱明松的儿子女儿一起经营专业团队，制作巧克力总共17道工序，相当费工。费工费时，还有费头脑。费头脑。研发的部分的时候，费头脑。孩子们不怕吃苦，邱明松希望发展可可带来新契机，能够吸引更多年轻人回乡。可可豆经过发酵、日晒，还要细心烘焙，才能研磨成细致的可可粉。顶着高温，邱明松紧盯着炉火，豆子开始发出爆裂声，烘焙好坏全凭经验拿捏。研发的过程曾经不断遭遇失败，可是邱明松不忘祖先家训，坚持客家应景精神。种4年以后就开始在摸索，总共到第8年，那第8年的时候才完全可以把这个习性抓出来。中间没有想过要放弃吗？反正锁定一个事情，你看我就把它走到最后。象征热情与浪漫的巧克力，看似与淳朴的客家够不着边，但是其中滋味却勾勒出这一家人的生活写照。过程虽苦，但最后留在口中的必定是甜美的幸福滋味。屏东的满园翠绿，点缀耀黑。邱明松把梦想种下，17道工序，一家子齐心，终于搭起巧克力梦工厂。客家的坚韧结出苦甜果实，也许给后山感动时刻。